来看以色列甲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冲突是愈来愈激烈，3日以来已经有28人死亡。就算讲埃及出面斗讲和嘛无效。目前上新的状况是巴勒斯坦射几若百粒火箭弹，造成以色列1个人死亡。在暗暝中，会当看到对加沙族人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的火箭弹，和铁穹系统加大卫导救所防空系统炸来，伫咧天顶爆炸。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一直射火箭弹。以色列讲，应该96派火箭弹拢炸来，因过10月中部雷河武器一栋建筑物被射掉，造成第一件死亡事件。过去3天双方的冲突愈来愈悬。伊斯兰圣战组织发声明讲，阮的报复还阁伫咧继续。ما بروحش بيعرفش ايش بده يصير يا هو يا اولاده يعني حرام اللي بيصير في الشعب هيك 进前以色列拍死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军事领导人甲伊的副手，目前已经有几多位高级将领死亡，也伫加沙地区造成包括俘虏甲儿童在内重大死伤。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和激进组织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区内面势力第2大的武装团体，因所发射的几多百粒火箭弹，和特拉维夫以北的地区空袭警报一直响。以色列军方命令150万以色列人，也就是全国人口的16%去避难所。虽然埃及想要伫咧中调解，不过双方敢若无打算要甲自去年8月以来严重的冲突停落。伊斯兰圣战组织讲，埃及伫咧开罗甲因这边的国战人士圣地见面。埃及的外长苏格里伫德国柏林也甲记者讲，调解无进展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